MC 嘅第12題 The figure shows a graph of 嗱，以下有個圖啦，顯示個圖像。咩嘅圖像啊？就係 y 等於咧-3b 乘 x 平方減21 x 加14嘅圖像。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of b， 求 b 呢個數值範圍。好啦，睇睇點樣做。第一樣嘢咧就 The graph opens upwards，呢個圖咧可以向上，所以 x 嘅 square 前邊嘅數咧係正數啦，所以-3b 咧係大過0。每邊除以-3嘅話咧 ，b 係細過0。第二點啦 ，The graph does not intersect with the x-axis。嗱，呢個圖咧同 x 軸係冇相交點，所以呢個 discriminant 判別式 delta 咧係細過0嘅，就係-21括平方減4乘括弧 3b 啦，再乘14啦，係細過0。咁計到咧係441啦，再加168b 咧係細過0。好啦，然後每邊咧除以21，咁21咧加7b 係細過0嘅，所以7b 係細過-21啦。每邊除個7，b 咧係細過-3。由於兩樣嘢都要同時成立啦，所以咧 b 咧係要細過-3先可以嘅。答案係 A 啦。